大家好，我叫詹澤君，我叫吳卓婷。我哋係遊戲為本學習高級文憑1年級嘅學生。呢個係香港第一個專業教授遊戲學習嘅課程。呢個課程係我自從中學以嚟讀過最有趣、最好玩嘅課程。課堂主要係講點樣玩遊戲，例如乜嘢係遊戲，唔同類型嘅遊戲，點樣設計遊戲先好玩，內容幾突破、幾創新㗎。我哋學玩學得好認真，仲會同老師一齊深入分析遊戲策略添。為咗打好我哋對遊戲理論嘅基礎，課程內容包括咗分析遊戲對人類發展嘅重要性，遊戲對學習同支援嘅效果，仲有遊戲心理學，全面培養我哋成為幫到人嘅遊戲專家。我哋有唔同嘅機會籌辦活動，親身設計遊戲，實踐理論嘅精髓，令我哋活動嘅參加者都可以真正咁體驗到遊戲嘅魅力。我都係依家先知道設計遊戲原來有咁多學問，呢個課程真係令我覺得好驚喜啊！畢業之後，我想成為一個歷奇導師，而我就想做一啲關於遊戲策劃嘅工作。修讀課程同時，我哋會獲得一啲額外嘅專業證書，例如係山藝、低結構挑戰網陣、和諧粉彩同埋精神健康急救等等。歡迎你報讀我哋遊戲為本學習高級文憑。